PlayStation 而家最危險嘅問題唔係賣唔出 PS4， 啱啱相反，索尼仲預計遊戲業務會有一個非常強嘅財政年度。真正危險嘅地方係佢一邊賺緊錢，一邊將玩家信任逐塊拆走實體碟，準備退出。數碼商店控制權越來越大，下一代主機成本不斷上升，廣告同新收費模式又開始試水。最麻煩嘅仲有一批工作室，因為追逐 live service， 幾年時間同幾億美元就咁燒走。所以講索尼去到崩潰邊緣，並唔係話公司聽日破產。索尼集團仲有電影、音樂同影像感測器等業務。PlayStation 本身亦有龐大用戶同穩定收入。呢度講嘅崩潰係一套經營方法開始頂唔順，硬件越賣越貴，第一方內容出得越來越慢。玩家能夠擁有同轉售遊戲嘅空間越來越細，短期財報可以好靚，但一部主機靠嘅從來唔止季度數字，佢靠玩家相信下一代仍然值得跟。第一道裂縫係實體遊戲，索尼已經宣布由2028年1月開始，新推出嘅 PlayStation 遊戲會停止生產實體光碟，舊遊戲會唔會繼續出碟就睇市場需求。換句話講，2028年之後推出嘅新作數碼版會變成主要甚至唯一選擇。呢件事唔係傳聞，亦唔係分析員估計，係 PlayStation 自己公布嘅方向。對一批玩家嚟講，買碟只係習慣，下載版方便，唔使換碟，夜晚12點就可以開機玩。今日好多遊戲就算有碟都要下載首日更新修復檔同額外內容。前 PlayStation 負責人吉田修平都話佢自己已經完全轉用數碼版，佢亦唔明白冇碟點解會成為咁大問題。但問題係實體碟嘅價值從來唔止裝遊戲入部機，玩家可以買二手，可以玩完再賣，可以借俾朋友，零售店之間又會減價競爭。一個新作喺 PlayStation Store 賣70美元，實體版過幾個月可能已經減到40，二手市場仲可以再低。數碼版一旦成為唯一渠道，索尼就同時控制入口價格、促銷時間同帳號規則。玩家唔係少咗一塊膠，而係少咗一個同平台議價嘅方法。更加現實嘅問題係保存。實體碟唔代表永遠完整，有啲遊戲確實要聯網先玩到，有啲內容只存在服務器。但一隻能夠離線安裝主要內容嘅碟，始終比一個完全依賴帳號同商店授權嘅下載項目多一層保障。平台可以改條款，可以下架商品，可以關閉舊商店。玩家買到嘅究竟係作品定係一張隨時受規則限制嘅使用許可？去到全數碼年代會變得更敏感。吉田修平嘅說法之所以引起反應，仲有一層歷史。PS4 年代微軟推出 Xbox One 時，曾經計劃加強聯網驗證同二手遊戲限制。索尼當時用一條10幾秒短片示範點樣分享 PS4 遊戲，一個人將碟遞俾另一個人，就係咁簡單。嗰條片成為成個世代最成功嘅公關反擊。10幾年後，曾經代表開放分享嘅 PlayStation 自己行向冇碟未來。玩家當然會問，究竟係市場改變咗，定係索尼終於有條件做當年批評過嘅事？答案可能兩樣都有。數碼銷量確實已經遠高過實體，生產運輸同分銷光碟，亦有成本平台賣數碼版，可以減少中間環節，又可以保留更高收入。從公司角度睇，全數碼係一盤好合理嘅生意，但對消費者有利同對平台有利並唔係同一回事。索尼話適應消費趨勢，玩家擔心嘅就係當趨勢去到盡頭，平台會唔會仲有動力保持低價同寬鬆規則？第二道壓力來自下一代主機價格。市場研究機構 Ampere Analysis 做過一個情景推算，假設 PS6 同 Xbox Project Helix 喺2028年推出兩部機，繼續走傳統高性能路線，售價就可能升到1000美元。結果點頭5年合計銷量可能比 PS4 同 Xbox Series 同一階段低38%到2031年，遊戲同訂閱誰搶居模，亦可能比700美元主機方案少34億美元。呢個唔係 PS6 價格泄露，索尼冇宣布1000美元，分析員亦唔係話一定會發生。佢只係將內存儲存芯片同製造成本繼續高企嘅情況放入模型，睇下市場會點反應。結論其實唔難估，1000美元已經唔再係大眾娛樂價錢，會將主機推向奢侈電子產品。家庭買一部俾小朋友之間一齊轉，平台輕度，玩家臨時入場，全部都會變得更困難。分析員提出嘅解決辦法反而更加值得留意。平台可以推遲下一代，等零件成本回落，亦可以改變硬件形態或者加大補貼，壓低售價之後再靠數碼內容、新收費模式同消耗渠道賺翻。聽落好似消費者可以平啲買機，但錢唔會憑空消失。主機平咗嗰部分，最後可能變成更貴，遊戲更多訂閱、更多微交易或者更多廣告。於是第三道裂縫出現廣告。索尼近年申請過一類專利，研究點樣利用遊戲等待時間加載畫面，可以顯示其他內容，當中包括互動項目同廣告。PlayStation 亦被報道想擴大非遊戲品牌合作，目標係飲品、快餐、汽車呢類同遊戲冇直接關係嘅廣告客戶。玩家一開機平台見到嘅唔再只係賣遊戲嘅地方，而係一塊擁有過億用戶嘅廣告屏幕。
但呢度一定要講清楚，專利唔等於功能，已經落實科技公司申請大量專利好多，最後從來冇推出。可口可樂、麥當勞亦只係媒體舉例，並冇證據顯示佢哋已經簽約進入 PS6。真正值得擔心嘅係索尼已經喺研究點樣將玩家等待時間同主機界面變成新收入實體渠道退出硬件，需要補貼數碼商店控制加強，三件事放埋一齊，廣告就唔再係一項孤立實驗。玩家買主機本來已經俾咗硬件錢玩線上遊戲，通常仲要俾訂閱，買 game 又要俾一次。如果連主畫面同加載時間都成為廣告位，感覺自然會變。免費手機遊戲靠廣告維持，大家明白交換條件，幾百甚至1000美元嘅主機都用同一套邏輯，玩家當然會問自己究竟係客戶定係平台賣俾廣告商嘅注意力。不過以上全部仲唔係索尼最大嘅問題，真正令 PlayStation Studio 付出幾年代價嘅係 Live Service 戰略。幾年前，前任管理層計劃推出12款 Live Service 遊戲，背後邏輯唔難理解。單機大作開發越來越貴，賣完一份之後收入高峰好快過去。相反，一隻成功長線運營遊戲可以靠季票造型、擴展同活動，連續收幾年錢。堡壘之夜、使命召喚、GTA Online 已經證明一隻常青遊戲可以養起成個平台。索尼當然想擁有自己嗰一隻，想做 Live Service 本身唔係問題，問題係索尼將太多工作室同時推去一個唔熟悉嘅方向，管理層似乎覺得項目夠多，總有一隻會中遊戲，唔係風險投資組合。開發團隊亦唔係可以隨時換賽道嘅籌碼。團隊本來擅長單機敘事角色動畫同精密關卡，突然之間佢哋要兼顧服務器、賽季內容、玩家留存、反作弊同每日營運，呢個根本係另一門生意。Band Studio 做緊嘅多人項目被取消。Bluepoint 原本以重製惡魔之魂同汪達與巨像出名之後，團隊卻被安排參與戰神 Live Service， 項目取消，工作室最終亦關閉。Firesprite 嘅烈火戰車多人項目消失，倫敦工作室嘅多人作品取消，工作室亦關門。Insomniac 曾經開發蜘蛛俠 The Great Web， 最後冇推出。Naughty Dog 投入多年製作，最後生還者線上項目去到2023年先決定停止。每一個取消決定單獨睇都可能係止損，遊戲唔夠好繼續燒錢，只會輸更多。可當一批項目接連取消，就代表最初力抗方法有問題，更大損失唔止係已經花咗幾多錢，仲包括錯失嘅機會。Bluepoint 本來可以繼續做高質重製，Naughty Dog 亦可以更早集中新單機作品 ，Band 就可以發展自己熟悉嘅開放世界機連。開發時間一旦用錯，唔係加班，幾個月就追得返。Concord 成為最刺眼嘅例子，遊戲推出後迅速停運。Firewalk 亦被關閉。坊間曾經傳出開發成本高達4億美元，但呢個數字只來自單一消息來源，亦有人公開質疑。索尼從來冇正式確認4億美元可以唔信，失敗本身就冇爭議。平台對呢款多人射擊遊戲寄予厚望，結果連穩定玩家群都未建立就要退出市場，管理層明顯睇錯咗產品吸引力，亦睇錯咗競爭環境。Helldivers 就係相反例子。佢證明索尼唔係完全做唔到長線多人遊戲，玩法清楚，合作體驗強，定價相對合理，更新又能夠製造話題。最諷刺嘅地方係開發商 Arrowhead 並唔係索尼第一方工作室，而且下一款作品會保持獨立成功。嗰隻唔完全受索尼控制、失敗同取消嗰批，卻消耗咗內部團隊大量時間。索尼收購 Bungie， 本來想買入 Live Service， 經驗交易金額36億美元。Bungie 之後經歷裁員、項目取消同組織整合。Marathon 就算成功推出，玩家規模同長期表現仍然要接受市場考驗。管理層原本希望 Bungie 替其他工作室把關，到最後 Bungie 自己都要處理成本、延期同信任問題。索尼買到經驗，但亦買入另一套麻煩。去到2026年，Horizon Hunters Gathering 再將問題推上台面。呢款作品用 Horizon 世界觀做合作玩法，裡面有角色選擇、地下城防守任務同 roguelike 元素玩法同美術方向，同玩家熟悉嘅 Horizon Zero Dawn 差距好大。經過多輪測試，反饋並唔理想。最新報導指 Guerrilla 要將項目重新拆整 ，Live Service 元素會被削走，規模亦會縮細。方向改成較傳統嘅合作多人遊戲，再加入故事模式。團隊要喺年底前交出一版能夠說服管理層嘅成果，否則項目仍然有機會取消。與此同時，真正嘅單機續作只由較細團隊推進，距離完成可能仲有幾年。呢件事最傷嘅唔係一款外傳改方向，而係資源配製。Horizon 係 PlayStation 手上最重要嘅新 IP 之一。Guerrilla 亦有成熟開放世界經驗，管理層將大部分團隊放去追多人長線收入，結果幾年後要拆掉重做，單機續作反而慢落嚟。玩家唔會因為公司曾經做過12款計劃而滿足，佢哋只會見到幾年冇新作品。外界於是開始將責任放到 Hermen Hulst 身上。
佢由2019年開始領導 PlayStation Studios， 而家佢係 Studio Business Group 行政總裁 Live Service， 大方向喺 Jim Ryan 年代定落嚟。所有決定都入 host 一個人條數並唔公平，但項目點樣開綠燈，邊間工作室負責咩？失敗幾耐先停？工作室負責人一定要承擔責任。有 PlayStation 媒體已經公開認為 host 應該離開，呢個係評論。唔係，索尼董事會決定暫時冇證據顯示佢即將被撤換。但當一向支持 PlayStation 嘅媒體都開始要求換人，說明問題已經唔止論壇情緒，玩家對第一方工作室嘅印象由穩定高質值得等，變成方向混亂、項目取消同人才浪費，品牌資產就係咁樣慢慢跌。更加矛盾嘅係 PlayStation 財務表現並唔差，遊戲與網絡服務業務上一財政年度營業利潤創紀錄，數碼銷售、附加內容同訂閱收入繼續貢獻現金。正因為仲賺錢，管理層先有空間試錯，亦更容易覺得方向未到，需要大改。可財報係滯後指標。今日收入有一部分來自過去建立嘅裝機量、品牌同第三方遊戲。幾年後第一方內容管線健唔健康？呢份財報達唔到一部主機世代嘅信任，要好多年先建立 PS4。點解贏得玩家？硬件價格只係其中一部分。索尼當時亦清楚知道對手錯喺邊，唔好限制二手。唔好強迫玩家接受多餘設備，平台規則亦唔應該行先過遊戲。今日 PlayStation 逐步走向全數碼，更積極研究點樣賺多啲錢。大量工作室又被放入追潮流項目，結果啱啱好撞翻當年嗰個警告。索尼當然仲有機會扭轉，第一步係承認單機大作同多人遊戲唔應該互相取代。成功嘅 Live Service 可以繼續投資，但團隊必須自願有經驗，而且項目要及早測試唔適合嘅工作室，就翻去做最擅長嘅作品。作品數量少唔一定致命，連續幾年將資源放錯方向先致命。第二步係為數碼未來加入消費者保障。索尼既然要停止新實體碟，就應該提供更透明嘅價格政策，退款要更方便，帳號要可以繼承。長期下載承諾同離線授權亦要講清楚。全數碼可以係產業趨勢，但唔應該順便變成平台永久控制。玩家接受方便，不代表願意放棄所有權利。第三步係處理下一代主機成本。若 PS6 真係因為內存同芯片去到極高價格，索尼要決定自己想服務邊一批人。主機過去成功，靠嘅就係用相對合理價錢提供統一體驗。一旦價格接近高端 PC， 玩家自然會比較遊戲價格線上收費可升級性同平台開放程度。PlayStation 品牌夠強，但未強到可以無視價值。第四步係廣告邊界系統，可以推薦遊戲，可以展示玩家真正關心嘅活動。但一部付費主機唔應該慢慢變成商場廣告屏。短期廣告收入可能好吸引，長期卻會令每次開機都提醒玩家。平台優先考慮嘅已經唔係體驗廣告。一旦過線，要清走信任會比加入廣告難得多。索尼仲要面對一個同 PS4 年代完全唔同嘅市場。PC 掌機同細型電腦越來越成熟，玩家買一部裝置就可以接觸多個商店。舊遊戲亦較容易保留。任天堂繼續用獨家玩法同自家角色走另一條路。Xbox 就算硬件業務受壓，仍然嘗試將遊戲帶去更多平台。PlayStation 夾喺中間。若硬件價格升到高端 PC 水平生態，又繼續封閉。玩家自然會問點解一定要留低過去？答案係第一方遊戲，想玩戰神，最後生還者蜘蛛俠同地平線 PlayStation 就係最直接選擇索尼。後來將部分作品帶到 PC 本身可以擴大收入，但亦令主機獨佔嘅吸引力下降。呢個策略唔一定錯，關鍵係主機仲要交出其他價值。入場價要較低，體驗要簡單，表現要穩定，內容節奏亦要清楚。如果連呢幾樣都開始動搖，品牌就只剩慣性。玩家慣性好強，亦好危險。一個人喺 PS 平台買咗10年 game 朋友名單，獎杯同收藏全部留喺帳號，一次失誤通常未足以令佢轉走。管理層容易將呢種留存理解成滿意，其實玩家可能只係轉平台成本太高，等到新一代主機推出，要重新俾幾百甚至1000美元，嗰一刻佢先會一次過重新計算。舊有慣性未必過到新硬件價格呢一關。第一方內容斷層同樣會延遲出現，大型遊戲開發5至7年已經常見。今日取消一個項目，財報未必即時受影響，因為第三方銷售同訂閱仍然會繼續入帳。去到3年後發佈表突然出現空檔，先會見到當年決定嘅代價。Live Service 計劃最嚴重嘅損失，正係將未來幾年可以推出嘅作品一齊推遲管理層。今日改方向都要等好耐先補得返工作室，人才亦唔係關門之後再招聘，就有一個團隊合作多年，技術工具同默契都留喺人身上。項目取消裁員或者長期改方向，資深員工會離開公司，保留到 IP 名稱，未必保留到做出嗰種品質嘅能力。Bluepoint 關閉帶走嘅唔止70個職位，而係一套重製經典作品嘅經驗。呢類資產喺財務報表上冇獨立數字消失時，就最容易被低估。Hammond Host 要面對嘅
唔單止係外界要求換人，佢需要公開講清楚幾件事。PlayStation Studios 用咩標準批准項目？測試反饋差到咩程度先會叫停？工作室可唔可以拒絕唔適合嘅方向？若下一輪只係換幾個項目名，再繼續用多頭幾個，總有一個成功嘅方法，結果唔會有分別。管理問題唔可以靠一款爆紅遊戲遮住。索尼亦要重新理解多人遊戲，玩家唔反對長線作品，佢哋反對嘅係一隻冇清楚特色、純粹為咗季票同商店而存在嘅產品。成功多人遊戲通常先有一個夠好玩嘅核心循環，再慢慢建立社區。管理層由收入目標倒推玩法，好容易整出功能齊全卻冇人想長期玩嘅項目。Helldivers 唔成功，正因為玩家先記得合作時嘅混亂同樂趣。商業模式反而係後話講到底，索尼而家唔係冇資源，係資源太多，反而令錯誤可以拖得更耐。佢有強大品牌，有成熟硬件，有世界級工作室，有龐大用戶。正常公司犯一次 Concordo 級錯誤，可能已經冇機會再試索尼可以繼續燒錢。所以真正考驗唔係捱唔捱得過，而係管理層肯唔肯承認路線出錯。PlayStation 未去到末日 PS 款仍然賣得好，第三方遊戲仍然會支持，未來亦有重量級單機作品。但崩潰邊緣從來唔係懸崖下面先見到，佢通常出現咗一間公司仲有錢，仲有用戶，卻開始用過去累積嘅信任，為今日每一個短期決定埋單實體碟，退出玩家少嘅選擇，主機變貴，玩家少一個入場理由，廣告增加，玩家多一層反感工作室，追錯方向，玩家再少幾款真正期待嘅作品。每一件事都未足以擊倒 PlayStation， 全部加埋就會改變下一代玩家點樣睇呢個品牌。索尼最需要救嘅唔係某一款 Horizon 多人遊戲，亦唔係某一季財報，佢要救嘅係玩家相信 PlayStation 首先為遊戲而存在呢件事。去到呢一步，錢仲可以賺，主機仲可以賣。但如果管理層繼續將玩家耐性當成無限資源，真正崩潰嘅嗰一日，市場唔會先發通知，玩家只會靜靜離開。